郑大人家大业大，家里的好玩意儿不少啊。大人，我们郑家原本就有几处田产，又开了几间铺子，算是有点家底吧。照照里头吧。过去。那边。 还不赶紧向你们郑大人回话！跟上！老爷，不好了！钦差发现了暗门。怎么可能啊？显然他是有备而来。谁向他泄露秘密？钱老龟在王府里有内应？不会啊。 是不是小姐？郑大人，我们刚刚说的还算数吗？爹，你就让阿丑哥把玉蝶姐带走吧。阿丑哥答应我了，绝不会为难你的。把小姐带走。小姐，回屋吧。爹，你听我说。芍药，你先回屋歇息。 爹过一会儿去看你啊，回去吧。陈大人，你果然厉害啊！你欺负我家小女年幼无知，这才知道了这处密室的所在。这是不是钱老贵给你出的主意啊？你太抬举钱老贵了吧？你觉得他比我聪明吗？陈大人，你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我问你。 这是在哪里呀？我在你家。我再问你，这些都是谁的人呢？你的人呢？你既然知道，还想走出去吗？郑大人，都说你胆大包天，果真不是虚传。你今天准备把我们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只想把你留在这儿，待搞清楚了你是真钦差还是假钦差，咱们再做计较。 这么说，你还是怀疑我的身份了？我早就怀疑，你身为钦差，整天在赌场胡混，到处收银子许愿，这像是钦差办的事儿吗？那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欺男霸女，丁忧期间抢人家姑娘，你算是朝廷命官吗？陈大人，你找对了人，也办成了事儿，可惜选错了地方，因为。 这是我郑天寿的府邸，今天你就别想出去了。郑大人，先别把话说绝了。我要是没做准备，我今天敢闯你这阎王殿吗？
我给你看点东西。前几天我离开清水2天，你知道吧？那我去哪儿了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是去安庆搬救兵去了。今天你要是让我把玉姑娘带走，我看在芍药的面上不和你计较，咱们好说好商量。你今天要是不让我把人带走，你最好把我杀了。你现在要是不动手，一会儿大队人马进来，恐怕你就没有机会了。要杀要送，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。哎呀，这火信儿发出去有一会儿了吧？有一会儿了。这怎么还不见人回来呀？老爷，您甭急，弟兄们都在门口候着呢。实在不行，我带着弟兄们先冲进去，把玉姑娘跟阿丑大人一起救出来。哎呀，这个阿丑大人虽说是贪了点儿，人还仗义，我就怕那个郑天寿不买账，那阿丑他就很难活着回来呀。大人，怎么样？田老贵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你自己去看吧。玉姑娘，你还好吧？钱大人，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？我的嗓子都快冒烟了，还不赶紧进屋去啊！哎，干嘛呢？外头站着去，乐什么乐？大门口守好喽！不叫你们不许过来，站远点。多谢大人救命之恩，玉蝶不知如何感激，给您磕头了。哎，别！玉姐姐，你可谢不着我，这全是钱老龟的主意。这家伙重色轻友，明知道我去了，说不定是掉脑袋的事儿，还死活逼着我去救。要谢你就谢他吧。钱老龟，人我给你领回来了，下回要是再让人抢走了，我可不管了，差点掉脑袋。干嘛？大人且慢。大人，我还没感谢你呢。我看你也是有情有义的老混蛋，这点人事儿我还是愿意帮的。阿丑大人，阿丑大人。钱大人，你也请坐。
父呢？我爹。我爹他被郑天寿派的人给打死了。今天要是钦差大人再晚来一步，只怕是我也就活不了了。他娘的气死人了！忙了一晚上，差点把命搭进去了不说，临了，他倒把人带走了，什么东西？说什么呢？今儿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干什么去了？我去跟郑天寿抢人去了，那还不都是为了老四啊？那钦差说好了，领出人来要还给老四的，出了门就把人给领到客栈去了。说是要送进宫里献给皇上，还把他自己看上了。他奶奶的，这年月，谁的官越大，谁越能得着好。哎，我说怎么了？你虎着个脸干什么呀？老四跟你说什么了？我还以为你又起坏心了。我说燕燕，你怎么就信不过我呢？我是看着老四可怜，我这个当哥的不替他做主，谁替他做主？你老是怀疑我。我在外头累了一天了，大晚上的回来也不给俺个笑脸儿，那我上衙门里住去了。你敢？老四的事儿你也不用伤心，他一个木头人，长模样太好的也降不住。明天我跟爹说一声，府里的丫头任他挑一个就是了。你也累了一晚上了，吃了没有啊？你不问我，我倒忘了。还真饿着呢。家里给我留什么好吃的没有？厨房备着呢，我一会儿就叫人送来。我最想吃的就是你，让我咬一口。这么着，过了3年，3年呢？这3年，我下毒就早下了，我舍不得呀，钦差大人。往回去老把去。钦差大人，今儿我们老爷可说了，你就凑合跟大伙儿一块儿吃吧。放肆！我乃朝廷命官，在你狱中是为查访案情，你不好好招待我也就罢了，还让我和这些鸡鸣狗盗之徒吃一样的饭。我让你自己吃，你还真拿你当儿撑了。混蛋！
你混蛋！你连疯子你都欺负！哥，你混蛋！你欺负人！你欺负人！你连疯子你都欺负！你混蛋！你落井下石！你连疯子你都欺负！你欺负一个哥！你混蛋！哥！ 阿诺，别哭了，阿诺。哥，你在这里面不会有事儿吧？我现在还没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，还得在这里多待些日子。东西你找了没有？我和您一点找不到，阿丑又不敢给。 哥，你受委屈了。我负的是皇恩，受这点苦算什么？我只是故意做给钱奎看的，要不然他能由着我这么审犯人？告诉英姐，千万别说出来我的身份。大小姐，您说把这小子怎么着？打他几板子给您出气？算了，我也不是得理不让人，我是怕我们不在的时候。 他欺负我表弟，这您放心，一会儿我把这帮兔崽子给您训一顿，保证不会出现这事儿了。大小姐，您大人大量，这事儿就不用跟我们老爷说了吧？算了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饶了他这一回。还不赶紧给大小姐跪下！你们老爷呢？不瞒大小姐，我们老爷今儿有事儿，一会儿才能来。是不是阿丑大人让您带话了？要不要我马上把我们老爷给您找来？算了。 今天我做主，把我表弟的手铐和脚镣卸下去，你们再给他梳洗梳洗。大人，外边有位公子说是你的同乡，想要拜见。不见。大人，这个相公派头挺大，还带着随从，看来不是一般人。甭管是谁，有事让他去督察院。是。公子，我们老爷说了，说有什么事儿到督察院去。怎么着？ 怕我扰了他的清静啊！公子见谅，我们大人身体不适，不宜见客。嘿，这魏老架子还挺大。皇上，传圣旨让他接驾，看他敢不开门。来人！皇上，皇上，来，皇上，皇上，别嚷嚷！皇上小心呐！没事。皇上，你慢点，皇上！哎呦，皇上，慢着点啊，皇上！ 皇上，你慢点，皇上！哎呦呵，慢一点哦，皇上！哎，皇上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哎，哟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 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爱卿为何如此清寒？微臣独居赤灶园中，自一番乐趣，然不宜素食保平安，更是铭记世祖清廉安国的忠略。
魏爱卿，你的病可好些了吗？臣谢过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起来吧。哎，魏爱卿，你说朕办得像不像？不像。不像？不像？怎么没有人认出来是朕呢？皇上，京城里有几个人能有福气见过皇上？大街上自然没有人认得出来。行了，朕不过是扮着玩玩的。皇上，就您这跳园子，要是让太后知道了，臣这把老骨头就给吹扁喽。是你不给朕开门的，要不朕何苦去跳你这园子呢？皇上传道旨，臣敢不见驾吗？朕是微服而来，传旨岂不漏了身份？对了，一共派了9路钦差，其他各路都已回报，为何单指陈信那一路没有一点动静？臣以为陈信可能遇到为难的局面，一时没有查清真相，不好妄言虚报。那个和安知府是叫周文正吧？皇上好记性。魏爱卿，目前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只要品行端方，我们倒也不必鸡蛋里挑骨头。不过，对那些个贪官污吏，朕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放过的。朕要的是陈信他秉公执法，据实奏报。这个皇上只管放心。陈信刚正不阿，他没有折子传过来，就是因为还没有搞清楚时局。陈信下去也这些日子了，总该有个信儿吧？臣已经派人去查问了。如果皇上再传旨，天威之下让他乱了方寸，臣恐欲速则不达呀。那一有消息，即刻奏来。这进来呀！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哦，坐。您想怎么审就怎么审，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叫我啊。听着啊，对大人恭敬点，不许叫大人疯子，知道吗？你才疯子呢！哎，我疯子，我疯子。老伯，你有何冤情要诉啊？冤？嗨，我冤死了。相公，不瞒你说，关在这牢里的，那有好几个冤的呢。那边坐着那位，是因为郑天寿抢了他的老婆；那边正吃的那位，是因为周太守看中了他一处园子，他嫌出价低。结果呢，1两银子没落着，还吃了官司。那边那位白头发那位，人家原本也是个大财主，家里有10几顷地呢。这一趟大水全冲了不算，还不许人家再复耕，这滩地全让周太守收了官，又贱卖给了田庄主。这不是借着大水夺人家田产吗？大人，恐怕我活着是出不去了。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说出来了，这心里头也痛快啊。那大水是怎么回事？去年不是修过堤了吗？修？那叫修堤？那不过是掩人耳目。这么说，那官银没用在修堤上？官银？什么官银？难道朝廷还拨了银子？怎么，你们不知道？修堤的事情我不知道。那边关那位范先生是主持修堤账目的，等他过来了，你问他吧。老伯，听你如此说，
这周文正、郑天寿、钱奎，都不是好官了。好官？哼！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他们做不出来。别打了！这是谁在打？你小心着你！老爷。 那钱奎是因为胆子小，不敢随便乱杀人，不然的话，我也早就没命了。哎，我听你这么一问，倒有几分信你是真的了。这老天有眼呐，让我们有了申冤诉苦的机会。哎，大人，假如你是真的知道了这些情况， 就怕你出不去了。怎么？他们连钦差也敢杀？有什么不敢？等你查清了案情，你就明白了。够杀他们几回的。哎，大人，你是不是故意让别人假扮钦差大人，你好进这牢子里暗访啊？ 要真是这样，大人，你算找对了地方。大人大智大勇，我们在这牢子里盼了这些时候，总算盼来了济世救民的钦差大人。大人，你千万别漏了身份，要不然，别说你出不去，连我们也活不成了。 小姐睡得还好吧？哭了半宿，赶天亮才迷着了。这不都好了吗？怎么又哭了？是想爹了。就让姑娘先睡着，我去给他爹买点纸钱，过会儿再来。老四来了，想要什么只管跟他说。阿丑哥，阿丑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让你来呀。我找你有事儿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爹说要等你面见了皇上，才让你娶我呢。你爹让你来的？嗯。你爹没生我的气？生了，他昨天晚上砸了好多东西，还把六娘打了呢。气不小啊。嗯，不过他今天就没生气。我说来找你玩，他就让我来了。七叔让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皇上，你答应吗？我答应，不过我要你爹答应让你嫁给我。七叔说你还没有让人去提亲呢。我今天就让钱老龟去。你可千万别让钱老龟去，我爹都恨死他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可是好东西。这是官印，这是圣旨。我就是凭着这两样东西才当上的钦差，要是没他们，你爹可就不会怕我了。我送给你好不好？我又不当钦差，你送给我干什么？你替我保管呀。以前是谁替你管着的？为什么现在让我管？最早吧，是草桥客栈的老板洪三儿，可是他手里拿着我许多的银票，我要是再让他拿着这个，他万一起了坏心眼儿，我可就没辙了，所以我就不能给他了。后来钱老龟也帮我保管过。可是现在钱老龟的衙门里关着个疯子，我这两样东西可不能让那疯子拿着，所以我就算来算去，觉得还是放在你那儿最保险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没有坏心眼儿啊。老伯呀，你死得冤呐！
都怪我钱奎无能。我要是早点把您送走了，也不至于毁掉了您的性命啊！都怪我钱奎无能，都怪我无能。钱大人，你别这样，是爹非要走的，这不怪你。老伯呀，都怪我钱奎无能。我好不容易把妹妹给救出来了吧，妹妹非说要看破红尘，要出家当尼姑。老伯，你要是活着，你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吃斋念佛吗？吃斋念佛有什么不好？生的才被坏人欺负。老伯呀，是你让妹妹这样做的吗？你这是信不过我呀！有我钱奎在，我就绝不会让妹妹再受欺负。你让妹妹出家当尼姑，这不就是打我钱奎的脸吗？不是爹让我出家的，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哎呀，玉姑娘，快起起，起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回去一定要把这东西藏好了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给，也不能告诉别人。我爹也不行吗？你爹要是问啊，你可以给他看一眼；他要是不问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你爹真的要把你嫁给我吗？我爹可没这么说，他只是说让我来找你玩，然后回去问我。你爹是在试探我。为什么试探你？他怀疑我是假的。那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当然是假的了。假的？你真的是假的？对呀。清水县来了2个钦差，你不知道吗？假的是真的，真的是假的。我就觉得你不像嘛。为什么？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了，我觉得钦差就应该是堂堂正正、威风凛凛的样子。芍药，我一说是假的，你就瞧不起我了。我没有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钦差，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好玩。真的？你真的喜欢我，不是因为我是钦差？谁说因为是钦差了？我爹说了，钦差早晚是要回到皇上跟前儿的。我又不想去京城，只想把你留在这儿。你不是钦差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芍药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告诉你，我真的不是钦差。我把所有的故事都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钱哥哥就特别会说故事，可是他总是说给燕燕姐听，从来不给我说。昨晚上你爹没给你托梦啊？我可梦见你爹了。真的？昨天晚上后半夜光景吧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我看见你爹了，他冲着我走过来，我以为他没死呢，我心里头一高兴，上去一把抓了个空。醒过来以后，我才明白是你爹给我托梦来了。那我爹怎么说啊？你爹拉着我的手，就只是掉眼泪，我就知道你爹是舍不下你。我就说，我说老伯，你放心，你就去找个好人家投生去吧。玉姑娘这边有我照顾着，我不会让她受苦的。我爹怎么说的？你爹拉着我的手直点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吧，你爹说他早知道命里必有这一劫，本想跟你说个好人家，让你好有个依靠，可没来得及。我爹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。是吧？我没骗你吧？我说这梦8成它是真的。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
他还说什么了？你爹还说呀，说我前世和姑娘是有缘的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舍着命的护着姑娘。那你的前世是什么？我的前世又是什么？我爹可说了吗？这他倒没说，兴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。我知道你爹挂心姑娘你死了也闭不上眼，找我来是想让我帮着你安排以后的事情吧。我爹没说让我去京城找苏公子的事儿。说了，你爹说呀，不让你再去了，说那家人家靠不住，就是这么说的。这就是了，怪不得路上我爹一句也没有提起过苏公子。我爹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呀，说这都是命里的定数。他这一走吧，你们俩父女的情分就算了了，你就不要再伤心了，玉姑娘。其实这话我本来是不该告诉你的。你爹说了，不是他狠心，他这是为你好。你说，你要是整天哭天抹泪的，钱大人，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啊？我爹若是再托梦给你，你一定让他来看看我。就说我想他呢。好，要是你爹给你托梦，你就让他放心，就说有我照顾你，好着呢。哎，可别！田爷爷对钱老龟不是打就是骂，钱老龟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你以后也会掐我吗？掐是什么呀？这就是掐。这就是掐吗？那我以后也这样掐你，你喜欢吗？就这样，我这个假的把真的都给骗了。你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？阿丑哥，你真是太好玩了！你明明是个假的，怎么还让那么多人把你当成真的？可那个真的也太笨了，明明是个真的，还让钱哥哥拉去打板子呢。我告诉你吧，这都是因为我给你的圣旨和官印，有了它，我谁都不怕。你知道吗？下面那些官啊，全都是笨蛋。我吓唬他们几句，他们就怕了。这全都是因为我有圣旨。别说钱老龟了，就连和安府的那个王大人，还不是一样让我给骗了？阿丑哥，你可真有本事！这才是刚刚开始。我准备把这摊案子办好了，去京城面见皇上，再去要一个更大的官做做。阿丑哥，你要是去了京城，我就不给你圣旨和官印了。好，好，我不走，我绝对不走。芍药，我给你的东西一定藏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你都说了好几遍了，我听你的话就是了。芍药真是个好姑娘，来，你让我掐一下行吗？茵茵姐，一会儿阿丑出去送人的时候，你想办法把他拦住。谁来了？为什么要拦他？是郑天寿的女儿。哼，阿丑和他打得火热，能有什么好？阿丑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姐，有什么话回来说行不行？不行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你跟着人上家里算怎么回事？我又不进门，就把她送到家门口。你跟我回去。阿丑哥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改天我再来找你玩。芍药姑娘，我有话对你说。
你是谁呀？你先下来，我再对你说。哎，小姐，你知道他是谁呀？你就跟他去。我们并不走远，我说几句话便可。我一个姑娘家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对呀，你也看见了，她是个女的，怕什么？我爹说了，在这个清水县内，有谁敢把我芍药怎么样？你把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？阿丑给你的东西。阿丑哥，他不让我给别人。你给我。我不给。你不给我就杀了你。你敢？你要杀了我，我让我爹杀了你。对不起，芍药姑娘，我急晕了头。求你把东西借我用一下，我用完了就还给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救我哥哥。你哥哥？你哥哥怎么了？他被钱大人关起来了。钱大人？钱大人为什么关他？是他对钱大人说了些不敬的话，钱大人一生气，就把他当疯子给关了。他在狱中吃了不少苦，还挨了板子。我要再不去救他，他就没命了。就好了，先停一下。啊，好。老爷，我们先去政府还是去田家？去田家。是，要不要先去送信？不用，张扬什么？走。姐姐，你别哭了。姐姐，我也没说就一定不借给你。那你答应借给我了？我只能借你一会儿。你要是用完了，就赶紧还给我，不要让阿丑哥知道这件事儿，好吗？你放心，芍药姑娘，我用完了就还给你。